后影。哎，迄口剑是勇者之剑哦。这是仿的哦。我较早对魔步手头叫过一个来庄头旅行的生理人，这是对方送我的，讲是要送予未来的勇者，就甲骗囡仔共款。迄就是你正做勇者的基言是无？毋是，庄头的孤儿院有一个互人足火大的卡小，叫做海塔。伊讲我摕的剑是假包的，所以敢若会当做一个假包的失败勇者。安尼我就做真正的勇者，互你看。我就安尼想啊。我紧抓班会摕到真正的迄口勇者之剑，扫落拍败魔王。不过时间咧过，还阁真残酷呢。迄当阵讲迄款话的海塔，即摆是一个敢若会晓啉烧酒的假火烧尔。我是正讲的哦。